我說話就放喺度。如果你夾硬要講嘅話，路可能你要講咩？阿狗咧就要做晒噶啦，蒲狗咧就好撚窄噶啦，北狗呢度咧更加窄啦。你必須排我們在威美斯之上，做不到，你永遠不用過深圳。不要跑！你真要做？你不再來深圳嗎？你當初是為什麼做 YT？ 今次一次過介紹深圳熱門水會同埋佢哋嘅女主角，全都有。我翻入個眼啦，女主角就好難排名。我話肥你話瘦，你要高隻馬，佢要大骨架。咁有冇99%嘅人都中意嘅呢？係有嘅。留翻 Telegram 講，第一間要介紹嘅會所呢，係全東路店芙蓉。與其話佢係間按摩會所，嗰度就更加似一個半自助餐。但係唔係你想食嗰啲任你食喎，而係佢餐飲真係唔錯。女主角集中2-3個呢，就做美容師，服務更加積極嗰批呢，年齡都令人唔地遺憾嘅，加上嗰度人多擠迫，只可以俾到 C。先將福田嘅會所排名先，我哋要講嘅呢，就係金運世紀。聰明嘅 Google 呢，好了解各位中意咩 lucky number， 一路以嚟呢度嘅老師都係麻麻地，最近仲要差咗，金運世紀只可以俾到 B。跟住落嚟呢，講永安戲院同埋伊貝芙蓉呢3間呢，都俾跟住下面嗰間掉緊鹽水噶啦。伊貝芙呢就 C 啦，其餘嗰2間都只能夠攞到 D。福田嗰邊大部分防禦力高，服務少，收費貴，有時慳下啲初哥交學費。咁接落嚟呢間呢，唔知係邊個書法家開嘅，個名好難讀，叫做木島。木島呢算係申請技師方面都幾有心機。有朋友投訴過大堂唔俾食啦，同埋瞓覺比較嘈。望一望木島嘅老師啦，好多都係入行冇幾耐啦，按得比較積極。木島嘅女主角就係3條7，整體木島嘅師資水平呢，可以俾到 A 級。翻返嚟羅湖，我哋排名一下離關口好近嗰間惠康。惠康整體相當唔錯，公司有用心經營，入到去唔會太高竇有家的感覺。現役嘅當值老師有3條9同埋3條7，可以俾到 A。快點加我們 TG。帶人飯。跟住落嚟呢，為大家公開幾間以前幾好，而家因為各種原因已經墮落不幸嘅會所，去到大概率只會跌錢。我係中意用 PS 裝甲同埋審美出問題嘅芙蓉。英豪啦，芙蓉嘅姊妹店啦，希望佢哋盡快改善翻個老師嘅取錄機制啦。富林啦，個場太細啦，老闆盡咗力都神仙難救。皇室假期呢，仲古老過芙蓉，收費領先其他人10年，大蚊場啦。豪華島幾乎可以匹敵新銀城嘅存在啊！本街老師同埋美容老師都非常優秀。牧神會所環境一般，不過喺精神小老師方面嘅控制一流。同上一間一樣啦，環境都係一般，精神小老師嘅彌補不足，可以俾到 B 級。廣坤會所近羅湖關口，實力不容忽視啊！美容老師同進階老師水平都非常之高，師資優良，可以俾到 A。花神會所滿聲發大財，隱藏咗好多高質素老師，可以俾到 A 啊！貝邦啊，一直都係深圳最鼎盛之人。佢最大嘅弱點就係對面嗰間小滿桌球冇咁好生意，
如果唔係啲老師走晒過去陪人督波。向西村起碼美容老師同埋進階老師質素都有保證，可以攞到 A 級。冇眼睇啊！半年前仲係同新人城叮當碼頭，你哋自己放慢睇下而家嗰啲咩大蚊水平。我就知你哋唔會放慢㗎，我幫你停喺度，等你哋唔係真啲。你一直佢好用心想做好嘅，希望佢會成功啊！接着奏樂，接着舞。快點加我們的 TG 啊！美國呢算新場環境唔錯，女主角係4個6。新港島新開嘅場嚟嘅，喺海燕嗰邊嘅。香港人習慣嗰隻惡魔呢，好似係418嘅啫。陽光啊，大蚊同埋米其林集中地。這麼難吃的東西不能只有我知道。友誼啊，係一個好有歷史嘅場嚟嘅。聽講準備緊裝修，前台嘅老師係出奇地深圳第一。皇家國際一般般，冇有太大希望。美容部部長經常性靚過啲美容。能水灣會所啦，管理人員好直㗎，咁去揾啲大家喜歡嘅老師。現有嘅老師入邊，美容老師就比較弱，進階老師就比較。最後5強，余夫人啦，一路都越做越好啦。你睇下佢哋咁積極嘅過下，就知道態度都冇差對面，係一筆有潛力嘅黑馬嚟，有能力穩定深圳第一。最後4強，興霸東門一帶嘅新安全啊！你哋睇到嘅老師全部都唔係美容老師，而係進階老師，管理人員嘅審理非常在線啊！光譜頭3名之前，中間加插一間都好熱門嘅會所先。英鵬今次直接上女主角，屏幕上方自己揾，係佢哋啦，係佢啦，佢要出場啦！新銀城啊，深圳美容師天花板。淨係入到個大堂，你都要決定留低。都唔知多，佢多得嚟全部都係最好技術。其他會所嘅女主角，一隻手數得晒，或者得1、2個頂部女主角。新銀城嘅女主角一段跟情，隨手鬧過去都可以吊打普通會所。其他香港嘅男同胞，如果你哋女朋友唔聽話，你唔需要帶佢去四川、重慶、日本，你佢認識佢有幾行近少少去新銀城，亦都可以令佢心跳加速。一隻手可以拎到嘅嘢有限，咁如果4隻手呢？深圳有一間咁樣嘅會所。佢係4間會所嘅結合，憑住呢個結合所提煉出嚟嘅質素，老師嘅水平終於都可以達到 S 加級別。3疊泉啊，係原本嘅3疊泉，加上金碧，加上銅鑼灣，再加埋雲上辦第4間嘅結合，入邊嘅美容老師同埋進階技師嘅水準都係封頂登頂㗎啦。